琴日先講完 3I Atlas， 我原本以為今日可以休息下，點知又忍唔住今日即刻再出片，因為今日我要講翻我最中意啲冷知識，而且今日咁冷知識，我問10個人8個一定答唔到。咁你究竟係嗰2個醒目，定係8個準備俾我鬧醒嗰啲呢？每日生活都 sleeping through the life。好啦，開始今日嘅問題，點解咖啡咁苦，但大人飲落又完全冇問題嘅呢？ A 大人已經冇感覺，因為大人每日俾老闆激親咖啡嘅苦根本唔算嘅。B 越苦越覺得健康，因為大人覺得苦補，越苦越覺得自己健康升級。C 文青裝高級，因為大人覺得自己飲緊咗好高級，越苦越文青，越濃越覺得自己醒嘅。D 反本能，因為大人已經俾人生訓練到識得反本能苦，本來係警告信號，但大人照飲。真正嘅答案係因為大人知道苦味無毒。小朋友嘅味覺本能會話佢哋聽苦毒酸壞，雖然我哋成日講甜酸苦辣鹹好似係舌頭分區，但係其實味蕾並冇分區，舌頭上每粒味蕾都能夠感受到全部5種嘅味覺。真正決定味道嘅唔係舌頭邊度嘅位置，而係唔同味覺受體嘅反應。酸味喺自然界好常同腐壞食物連結，壞咗嘅食物會有奇怪酸味，所以小朋友本能會避開酸味。苦味係人類最強烈嘅危險味覺，因為好多毒草、毒植物、毒性物質都帶苦，小朋友天生就識避開，呢個係生物保護機制。但係大人就唔同，因為大人經過幾十年經驗，大腦已經重新分類苦味。咖啡冇毒啤酒，無毒苦瓜，無毒黑巧克力，冇毒飲完唔會死。於是大腦解除警報苦味就變成可以接受。其中一個最經典嘅研究，苦茶90日實驗。Day 1好苦，皺晒眉。Day 30咧仲係苦，但開始習慣。Day 60飲得自然啦。Day 90完全接受，但仍然唔中意。科學家話佢唔係愛上苦味嘅，係愛上安全感。小朋友由本能主導，苦危險；大人由經驗主導，苦安全。所以大人係用大腦飲咖啡，唔係味蕾飲咖啡。想知更多奇怪又有趣嘅人體秘密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仲有冇個小鈴鐺？我哋下一集再見。